細路專人及住玩，媽媽 hea 嘆 T。喂，做乜咁好？今日約我出嚟 high tea 啊？你知啦，湊仔好唔得閒噶嘛。哎呀，你有所不知啦，呢度嘅住宿套餐啊，可以俾我哋慢慢嘆，仲有啲專人啊服侍我哋啲小朋友添啊！你哋去玩啦吓，去玩啦！酒店設有奇悅住宿套餐，當大人可以享受酒店住宿同埋設備嘅時候，亦都可以同時預訂埋兒童營，等專人可以陪小朋友玩盡各種遊戲。天氣好嘅時候可以玩滑梯，又或者到玻璃屋裏面。中意動腦筋嘅可以揀扭扭樂或者層層疊，中意靜嘅話就可以睇電影或者畫畫，應有盡有㗎。玩到攰就到午餐時間啦，大廚會預備小朋友適合嘅食物，迷你漢堡、低鹽少油嘅肉醬意粉同埋薯條，最後更加會有一杯鮮榨果汁添，再配上色彩繽紛嘅餐具，肯定食慾大增啊！至於媽媽佢哋就可以悠閒咁享受下午茶，師傅同樣將啲食物設計成迷你版，等到客人可以試食更多嘅款式，傳統煙三文魚同埋牛肉漢堡，較勁量嘅燒肉排或者串燒，甚至連酒店嘅招牌蘋果批都有啊！你話呢，我哋食完嘢去邊度好啊？食飽飽就梗去 can spa 啦！好啊！